到河南尋求10米貨源後，剛回到香港的食品進口商通泰行總經理李廣林指出，目前大陸部分省份也面臨10米不足的情況。廣東話唔夠米嘅，咁啊，我哋往時去江西米咧，江西都有啲，但係而家就係有啲即係霜雪啊嗰啲又有個影響喺度。雖然日前泰國當局向港府承諾有充足10米供港，但是李廣林批評價格不斷上漲，業內經營困難。你咁加上我哋俾得太多，我哋俾唔起咁我哋都要睇住個，我哋嚟咗1倍貴咗1倍嘅嘢，我賣唔賣得出咧？咁亦都有問題咁所以咧，而家咧我哋嘅經營業嘅業內咧越好似越艱難。此外，消委會星期2公布對3大超級市場貨品價格的調查，發現糧油食品類售價過去1年升了15%，其中石油升了16.3%，袋裝米升了12.7%。而近日更有個別食品品牌漲價超過50%。李廣林表示，物價飆升是能源緊缺引發的連鎖反應。石油起價就攞粟米嚟再生能源，做汽油代用品，咁粟米就少咗，粟米少咗啦，飼料少咗啦，豬雞冇得食啦，咁第一個豬雞冇得食，咁咪又減少生產啦。對於食品價格不斷的高漲，許多市民都表示生活更加困難。辛苦啊，其實個個都真係辛苦，好多人都講話即係支出大咗好多咯，喺糧油食品嘅方面。咁衣食住行其實係啲好重要嘅嘢嚟㗎，喺民生嚟講。但係咧住已經好貴啦，香港。咁而家咧係連好基本嘅食物都好貴咧，咁可能政府要做啲措施啩，可能同啲商人開下會傾下，咁希望大家攞個良心出嚟做下嘢咯。以前係3、4蚊有一斤菜，依家冇啦，係咪啊？貴樣樣都貴1半咁滯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喺香港嘅報道。